现代台语版圣经马太福音第12章。过无偌久，伫安息日，耶稣对卖园经过，伊的门徒腹肚枵，就带麦穗来食。法利赛派的人看到，对耶稣讲：“你看，你的门徒伫安息日做袂用得做的代志。”耶稣甲因讲：“恁敢毋捌读到大笔甲第一个人腹肚枵的时所做的代志？伊入去上帝的殿，食献祭的饼。即款饼只有祭司才通食，伊甲第一个人拢袂用得食。另外，恁敢无读到律法的记载？就是安息日，祭司伫圣殿犯着安息日的规矩，嘛算无罪。我甲恁讲，伫遮有一个比圣殿较重要的。圣经有讲，我爱啉恁，无爱祭物。恁若了解即句话的意思，就袂甲无罪的人定罪，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耶稣离开迄所在，入去因的会堂。拄好有一支手摕去的人伫遐，有一寡人想要控告耶稣，就问伊讲：伫安息日伊边有下律法无？耶稣因讲：恁中间有人有一只羊，拄好伫安息日跋落窟仔，伊敢袂甲伊捡起来？人比羊加偌尼贵重，所以伫安息日做好事有下律法。耶稣就甲迄个人讲：手伸出来。这人手伸出来就复原，完全好去，甲另外迄只手共款。法利赛派的人出去，就计谋要对付耶稣，看要安怎甲伊害死。耶稣知影因的计谋，就离开遐。有真侪人缀伊去，伊就医好因中间所有的病人。伊命令因毋通对人传扬伊的代志。这是要应验通过先知以赛亚所讲的话：恁看，我所拣选的仆人，我所疼所喜爱，我要赐我的神予伊，伊要对万民宣告我的公义。伊袂争辩，袂宣嚷，伫街路无人会听到伊的声。受伤的芦苇，伊袂压断；要花的钉火，伊袂分析，直到伊互公义得胜。万民拢会将望交托伊。迄时，有人带一个富贵附身、失明、阁袂讲话的人来耶稣遐，耶稣甲伊医好。迄个袂讲话的人就会讲话，阁会看见。群众拢真着惊，讲：这人敢是大笔的囝吼？法利赛派的人听到就讲：这人是靠鬼王别西卜在赶鬼。耶稣知影因的心思，就甲因讲：国家家己纷争会荒废，城市也是家庭家己纷争徛袂牢。撒旦若赶撒旦是家己纷争，伊的国免哪徛袂牢。我若靠别西卜赶鬼，恁的子弟是靠什么人赶鬼？安尼，恁家己的子弟会甲恁判罪。不过我若是靠上帝神赶鬼，上帝主权就已经伫恁中间实现啦。人安怎才会当入去勇士的厝，抢伊的财物？敢毋是着先甲伊绑起来？无为我的，就是反对我；无甲我做伙受责的，就是伫拍线。所以我甲恁讲，人一切会做，甲
诽谤，拢会得到赦免；毋过亵渎圣神，袂得到赦免。无论什么人讲话攻击人主，会得到赦免；毋过无论什么人讲话攻击圣神，伫现在甲将来，拢袂得到赦免。好树结好果子，歹树结歹果子。对所结的果子，通知树会好歹。恁遮的毒蛇，恁本来是歹，要哪会话讲好话？因为人心内充满什么，喙就讲什么。好人对所积聚的好发出好，歹人对所积聚的歹发出歹。我甲恁讲，人所讲一切的用仔话，伫审判的日，逐句拢着负责。因为上帝要用你的话来判你无罪，嘛要用你的话来定你有罪。迄时有几若个经学教师甲法利赛派的人对耶稣讲：“老师，阮爱你行一个新约，互阮看。”耶稣应讲：“少奸淫的世代要求新约，毋过先知约拿的新约以外，袂阁有新约互因。亲像约拿3暝3日伫大鱼的腹肚内，人子嘛会3暝3日伫地深的所在。伫审判的时，尼尼微人会甲即世代的人做伙起来，甲即世代的人定罪，因为尼尼微人听到约拿的传道了后，拢有悔改。恁看，有比约拿搁较伟大的伫遮。伫审判的时，南方的女王会甲即世代的人做伙起来，甲即世代的人定罪，因为伊有对地的极头来听所罗门智慧的话。恁看，有比所罗门搁较伟大的伫遮。车神离开所附身的人了后，伫无水的地区行透透，要找一个休困的所在，找拢无。就讲，我要转来去我出来迄间厝。伊转去，看到厝空空，扫甲真清气，阁整理好势。后来，伊去带7个比伊较歹的车神，甲伊做伙来，入去遐住。安尼，迄个人的结局比起头阁较惨。即个邪恶的世代嘛会亲像安尼。耶稣要伫对众人讲话的时，伊的老母甲兄弟来徛伫外面，要甲伊讲话。有人甲耶稣讲：“你看，你的老母甲兄弟徛伫外面，要甲你讲话。”耶稣甲迄个人讲：“什么人是我的老母？什么人是我的兄弟？”然后伊伸手举伊的门徒讲：“恁看，我的老母，我的兄弟。实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兄弟姊妹甲老母。